點解咧？我要阻止阿大小姐咧同埋阿強仔行咧。小豬咧即係代我解釋一下，即係件事係咁嘅。如果咧我間係第二間嘅鋪頭啊，即係將來佢哋公一份婆一份，咁即係其樂融融啦。但係家下咧係家大業大喎，即係橫跨京師、省城，將來咧承繼家業咧。要有一個專才去打理嘅，強仔咧，即係佢嘅無疑咧，佢唱歌係好聽，即係前途無限。但係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歌星將來咧要有一個專才去打理。即係專業況且人間嘅夫妻恩愛咧，最多咧都唔會超過7年嘅，甚至咧即係得2、3年嘅個仔都唔出奇。即係女仔人家咧係要睇只係睇眼前，即係佢唔睇到埋臉。即係小豬代我講幾句即係你即係要諗下，即係其實唔係話拆彈你哋嘅，即係要睇到將來嘅，即係前景嘅，真係。